咧，咱咧感谢主的乐趣，将所有的来讲不讲啊，咱来虔诚来伫耶稣的面前来恭敬来祈祷，将咱所有的无爽快，拢祈祷互上帝，上帝咱来安排来治理，咱希望咱会当开嘴，大家拢爱开嘴。 因为这个祈祷就是真重要，就是耶稣借着上帝予伊的旨意，伫地面上，予咱这的正百姓，予咱正信义的人有这样的福气，伫遐来有这个福分，甲主耶稣同齐到所定的日，所定着的旨意，予咱会当开嘴来祈祷。我嘛感觉我祈祷无够热，所以。 加油！大家来做伙来祈祷，三甲来感谢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努力，互你的正兄儿子呢，正囝儿，他们开嘴大声来向你祈求，向你来求讨。望你祝福伫阮台湾这个土地，祝福伫阮的教会，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阮每一个人的。 新心灵，我们得到勇壮，得到主你的看顾，得到主你的保护，得到主你恩典满满，每一日、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，拢看顾伫这个内面。我的恩典满满，互阮恭敬、祈祷、虔诚，伫主上帝你的面前，主互阮开嘴，互阮学乐，互阮的心跳跳，互阮的心欢喜学乐，因为主你今日就要临地面。 阮这信义的人拢这样福气，互阮主你的是为家庭的保卫来保守阮，来救赎阮，互阮会当有这个福分，这个所在，三角资金，而且来敬拜你、学乐你，主你坚固阮的信心，坚固阮的心，互阮每一日好打，会当开嘴学乐你，互阮会当很欢喜、学乐、快乐的心，来到你的圣殿。 三角来敬拜，三角来学乐你。